大家好，你哋真係以為當年嗰180日只係謝霆鋒放咗個長假去散心咁簡單？你哋真係以為服輸呢兩個字對於嗰個曾經喺舞台上怒掟吉他不可一世嘅謝霆鋒嚟講，真係可以輕輕放低？唔係㗎，嗰個根本唔係歸隱，嗰個係流放，嗰個亦唔係沉寂，嗰個係佢年少輕狂必須付出嘅血淋淋代價。當180日之後，佢再次踏足香港呢片土地，發現樂壇早已變天，新人輩出，曾經屬於佢嘅歡呼聲變成咗噓聲。今日我哋就坐上時光機，帶大家撕開呢180日沉寂嘅表象，用顯微鏡去睇真啲。謝霆鋒喺2003年嗰場驚心動魄嘅再戰江湖，背後究竟係一場窮途末路嘅豪賭，定係英皇霍文希一手策劃嘅精心算計嘅絕地反擊局？而王菲喺呢個局入面又扮演咗咩關鍵角色？要讀懂2003年嘅翻身仗，我哋一定要先返到2002年，睇下當時嘅謝霆鋒到底有多紅，又跌得有多痛。好多00後嘅小朋友可能唔知，又或者大家已經忘記咗，2002年嘅謝霆鋒係真正意義上嘅亞洲小天王。嗰陣時嘅佢係英皇娛樂嘅超級印鈔機，係萬千少女夜晚發夢都會見到嘅男主角。佢嘅標籤係咩？係叛逆，係搖滾，係我行我素。佢喺演唱會上掟爛幾萬蚊嘅吉他，大家覺得佢型。佢對住鏡頭黑面頂撞記者，大家覺得佢真性情。嗰個年代，謝霆鋒就係酷嘅代名詞。但係所有嘅光環都喺嗰個凌晨煙消雲散。車禍發生之後，最詭異嘅事情發生咗。警察到場，見唔到車主謝霆鋒，反而係一個姓成嘅英皇公司司機企出嚟，拍住心口話：阿 Sir， 車係我揸嘅。呢個就係震驚全港、轟動一時嘅頂包案。各位，你哋試諗下，喺香港呢個咁講究法治嘅社會，呢件事係咩性質？呢個唔係簡單嘅交通意外，呢個係涉嫌妨礙司法公正，係犯法㗎。公眾嘅怒火瞬間就被點燃咗，大家呢先如夢初醒，原來我哋追捧嘅嗰個叛逆偶像，佢嘅叛逆唔係搖滾精神，而係對法律嘅藐視，係一種有錢就可以隻手遮天嘅傲慢。接下來嘅幾個月，對於謝霆鋒嚟講，簡直就係凌遲處死。廉政公署介入，佢被調查、被起訴，媒體每日嘅頭版頭條都係佢，但唔再係讚美，而係口誅筆伐。嗰個曾經仰起頭用鼻哥窿睇人嘅少年，終於喺鏡頭面前低下咗佢高傲嘅頭顱。但係命運嘅風暴從來都唔會單獨降臨。俗語有話，屋漏偏逢連夜雨。就喺頂包案搞到佢焦頭爛額嘅時候，佢嘅感情世界亦都上演緊一場比電視劇更加狗血嘅驚天大戲。大家記唔記得喺頂包案之前，謝霆鋒身上最耀眼嘅標籤係咩？除咗叛逆，就係王菲嘅男人。2000年嗰次世紀牽手，王菲嗰個高高在上、不食人間煙火嘅樂壇天后，喺鏡頭面前主動拖住一個比佢細11歲嘅男仔，昂首闊步咁走出慶功宴。嗰一刻，佢哋定義咗咩叫做姐弟戀嘅天花板。然而呢段轟轟烈烈被視為愛情神話嘅關係，喺2002年1月出現咗致命嘅裂痕。媒體開始瘋傳謝霆鋒同另一位當時得令嘅玉女掌門人張柏芝，因為拍戲生情，行得非常之近。請大家注意呢個時間線，非常有意思。2002年1月傳出風姿緋聞，2002年3月謝霆鋒接受電台訪問，親口承認同王菲分手，而且已經搬離咗王菲嘅愛巢。而頂包案就發生喺3月底。各位，你哋睇明個局未？喺佢人生運勢最低谷，面對牢獄之災風險嘅邊緣，佢做咗人生最錯誤嘅選擇。事業上，佢由天王變成咗大話精、講謊者；感情上，佢由王菲嘅男人變成咗拋棄天后、搭上玉女嘅負心漢。舊愛王菲，
黯然神傷，避走北京。新歡張柏芝雖然陪喺佢身邊，但亦背負住小三嘅罵名。兩個女人嘅粉絲加埋全香港嘅市民，口水都浸死佢。更具戲劇性嘅係，2002年8月，官司仲打緊，謝霆鋒竟然被拍到同張柏芝同遊泰國，兩人喺泳池邊嬉戲。呢個畫面一出，公眾形象徹底破產。僅僅1個月後，2002年9月，傳出王菲同謝霆鋒二度分手00，呢度應該係指徹底斷絕聯絡，因為3月嗰次係第一次。同一個月，法院判決落嚟啦，頂包案罪名成立，謝霆鋒被判2星期監禁，之後改判240小時社會服務令。內外交困，四面楚歌，香港市場已經冇佢嘅立足之地。英皇公司無奈之下，只能夠做出一個決定，雪藏。於是2002年9月，謝霆鋒含淚宣布暫別娛樂圈。呢180日對於外界嚟講，可能只係一個數字，但對於謝霆鋒嚟講，係脫胎換骨嘅折磨。佢去服嗰240個鐘嘅社會服務令，你哋知唔知佢做啲咩？佢喺鏡頭前剪走咗標誌性嘅長髮，變成咗一個乖乖仔嘅平頭。佢拎住刷，踎喺公廁度洗廁所。佢去老人院服務老人家，幫佢哋抹身、掃地。呢個就係佢歸隱嘅真相。一個巨星要用最狼狽、最卑微嘅方式，為自己嘅年少輕狂買單。嗰雙曾經用嚟彈吉他、戴住幾十萬名錶嘅手，而家要伸入污糟嘅馬桶入面。呢種心理落差，足以摧毀一個人，亦足以重塑一個人。時間嚟到2003年3月，180日嘅刑期同雪藏期滿，謝霆鋒要返嚟啦。但係江湖已經唔係嗰個江湖。正如開頭所講，2003年嘅香港樂壇發生咗翻天覆地嘅變化。陳冠希、余文樂呢啲新人好似雨後春筍咁冒出嚟 ，Twins 橫掃年輕人市場，而 R&B 曲風開始橫行。更重要嘅係，香港嘅媒體同觀眾仲有一口氣喺度，未原諒佢。佢一出場，台下唔係尖叫，係噓聲。呢個時候，謝霆鋒同佢背後嘅操盤手00英皇金牌經紀人霍文希做咗一個無比正確，甚至可以寫入教科書嘅公關決策，逃離香港，轉戰內地。點解要走？原因好簡單，第一，香港市場太細，亦都太毒舌。頂包案同負心漢嘅標籤喺香港係撕唔落嚟㗎啦，大家太熟悉佢嘅過去。第二，內地市場太大，亦都太新。當時嘅內地觀眾資訊冇香港咁發達，對於佢嗰啲八卦細節了解唔深，但對佢型男叛逆嘅形象同音樂才華早有耳聞。佢需要一個全新嘅舞台，一班全新嘅觀眾嚟幫佢洗底。於是我哋睇到咗2003年4月，佢接下咗一部對佢人生至關重要嘅電影00玉觀音。各位，我哋深入分析下，點解偏偏係玉觀音？呢部棋行得有幾妙。首先，合作對象係頂級配置，導演係邊個？許鞍華，香港文藝片嘅祖師奶奶，攞金像獎攞到手軟嘅大師。同佢合作本身就係一種鍍金，話俾人聽謝霆鋒係嚟認真做戲嘅。對手係邊個？趙薇，當時憑藉《還珠格格》紅遍全亞洲嘅國民格格，一個身負劣跡嘅藝人，復出第一部戲就可以搭檔許鞍華同趙薇。呢個背後係英皇動用咗幾強大嘅資源喺度運作啊！佢哋要用最好嘅資源話俾所有人知，謝霆鋒仲未完。其次，角色選擇係精準破局。佢演嘅角色叫無傑，係一個咩人？一個毒販，一個反派，一個游走喺邊緣嘅悲劇人物。呢部棋行得太聰明啦！佢冇返去演嗰啲灑碎扮型嘅偶像劇男主角，因為嗰啲只會令人諗起佢嗰架撞爛咗嘅法拉利，令人覺得佢膚淺。佢揀咗一個複雜、陰暗、內心戲極重嘅反派。呢個係向市場宣告，我唔再係嗰個只會掟吉他嘅偶像啦，我係一個演員。
佢要用演技嚟掩蓋佢嘅劣跡。再者，語言挑戰係將姿態放低到塵埃，就好似文案入面佢自己講嘅，成部戲佢完全係講國語、普通話嘅。一個喺香港土生土長，連廣東話都講得懶音好重嘅藝人，跑去內地，合巴巴咁學拼音、學國語，通宵睇劇本。佢自己都承認，以前喺香港拍戲係唔睇劇本嘅，靠天才波。但今次唔同，呢種笨拙嘅努力，恰係內地觀眾最中意睇到嘅誠意。佢放低咗身段，唔再係嗰個高高在上嘅香港小天王，而係一個努力融入內地文化嘅北漂演員。電影上，佢窮則思變，轉戰內地；咁音樂上呢，當時嘅歌壇，周杰倫帶起嘅 R&B 旋風席捲亞洲，蔡依林、劉德華、S.H.E， 幾乎所有人都喺度往歌入面加 rap， 加 R&B 元素。謝霆鋒有冇跟風？冇，佢依然堅持自己嘅 pop rap 風格。佢話：我希望我所唱嘅、我所寫嘅、我所彈嘅，全部都係我嘅心聲。呢個又係非常高明嘅一步棋。佢非常清楚，佢嘅人設已經崩塌咗，佢唔可以再靠完美偶像嘅形象食飯。佢唯一剩低嘅就係才華，係嗰種雖千萬人唔往意嘅倔強。如果佢跟風去做R&B，佢做得過周杰倫咩？做唔過，咁佢只會淪為一個二流嘅模仿者，徹底失去自己嘅價值。所以佢一定要死死守住創作歌手呢個最後嘅陣地。佢要同所有人講：你哋可以討厭我嘅私生活，但你哋無法否認我嘅音樂。同時，佢開始大量轉向幕後，擔任製作人，甚至開始涉足後期製作。呢個係積累緊佢嘅專業信譽。喺電影上，佢用演員嘅身份喺內地尋求突破；喺音樂上，佢用創作人嘅身份喺香港守住根本。呢套組合拳打得穩、準、狠。佢嘅人氣喺內地開始以一種全新嘅方式悄悄回暖。然而，事業上有起色，只係第一步。真正令謝霆鋒從輿論嘅泥潭入面爬返出嚟嘅，係2003年5月發生嘅一件令所有狗仔隊都瘋狂嘅事。當時謝霆鋒正喺雲南麗江拍攝《玉觀音》，嗰度山長水遠，條件艱苦。突然喺嗰個偏遠嘅劇組入面，出現咗一個熟悉嘅身影零零王菲，樂壇天后，親自飛去雲南去探班呢個前男友。呢一步意味住咩？我哋回顧一下，2003年3月，謝霆鋒喺復出記者會上被問到感情，佢斬釘截鐵咁講，目前冇女朋友。呢個等於係公開撇清咗同張柏芝嘅關係，亦係向王菲發出嘅一個信號。而僅僅2個月後，王菲就嚟咗。各位，呢個簡直係偶像劇都唔敢淡寫嘅橋段。喺謝霆鋒人生最低谷、事業最狼狽、形象最差嘅時候，張柏芝選擇咗同佢同遊泰國。雖然係愛，但係一種任性嘅愛，結果兩敗俱傷。而喺佢頂包案罪名已定，形象盡毀，遠走內地，前途未卜嘅時候，王菲佢返嚟啦。呢一次冇媒體嘅長槍短炮，冇閃光燈，只有天后一個人，靜靜地飛去雲南，陪佢過生日，陪佢喺片場食飯盒。呢個係一種咩樣嘅姿態？呢個係一種我唔理全世界點鬧你，我信你，我嚟咗嘅姿態。呢個仲未完。2003年6月，就喺王菲探班後嘅1個月，謝霆鋒同王菲喺北京再次牽手亮相。各位，如果話2003年謝霆鋒轉戰內地係佢嘅事業佈局，淡讓2003年王菲嘅呢次探班同世紀復合，就係拯救佢公眾形象嘅神之一手。佢瞬間扭轉咗輿論嘅風向。原本大家鬧佢係負心漢、壞孩子，但既然連被佢傷害過嘅天后王菲都選擇原諒佢，重新接受佢，咁作為旁觀者嘅大眾，仲有咩理由捉住唔放呢？浪子回頭金不換，而天后嘅不離不棄，就係對呢個浪子回頭最好嘅背書。
佢令謝霆鋒嘅復出由一個劣跡藝人嘅苟延殘喘，變成咗一出真愛拯救浪子嘅傳奇大戲。呢180日嘅沉寂，喺王菲牽起佢手嘅嗰一刻，終於有咗最完美嘅結局。物是人非，唔係，喺王菲眼中，佢依然係嗰個獨一無二嘅少年。喺事業上揾到新跑道，喺感情上贏反咗傳奇。咁2003年之後嘅謝霆鋒真係變咗咩？係啊，佢變咗，都唔係，其實佢冇變。第一，佢冇變嘅係嗰個叛逆嘅內核。佢復出之後，喺1比99慈善演唱會上，佢又掟爛咗支吉他。點解仲要掟？明明已經洗過廁所，受過教訓。因為搖滾同叛逆係佢嘅人設根本，係佢嘅商品標籤。佢可以唔演性格小生，但佢唔可以丟棄搖滾精神。呢個係一種儀式感，話俾老粉絲知，我謝霆鋒那團火仲喺度，我未死。佢對待風飛戀嘅態度，從昔日高調牽手嘅張揚，變成咗我今年仲係唔提嘅低調。請注意，呢個唔係復原，呢個係戰略性防禦。佢學識咗沉默，佢甚至喺採訪入面話：我唔怪寫八卦嘅人，要怪就怪付錢買八卦嘅人。聽聽呢句說話幾咁謝霆鋒，佢仲係嗰個骨子裏嘅刺頭，佢冇變，佢只係學識咗用另一種方式嚟表達佢嘅不屑。第二，佢變咗嘅係嗰層成熟嘅外殼。佢自己承認喺內地發展，佢變得配合同乖巧咗。點解？因為形勢比人強，佢唔再係嗰個喺英皇總部可以隨便發脾氣嘅小天王，佢係喺寄人籬下。喺內地呢個新戰場，佢一定要遵守規則。佢話：我見到你有誠意問，我就有誠意答。呢個就係成熟嗎？唔係，呢個叫策略，呢個叫生存智慧。佢將自己嘅叛逆收斂咗起嚟，用一層成熟同專業嘅外殼包裹住。佢唔再將情緒寫喺臉上，而係寫入咗佢嘅電影角色同音樂製作入面。佢唔再係嗰個會隨便撞車嘅細路，佢進化成一個識得點樣喺呢個殘酷圈子入面活下去嘅成年男人。所以，我哋回顧2003年謝霆鋒嘅這場再戰江湖，嗰180日嘅沉寂，係佢由偶像蛻變成藝人嘅成年禮。頂包案打碎咗佢嘅光環，但係亦都逼出咗佢嘅謀略同潛能。佢用轉戰內地呢步棋為自己嘅事業續咗命，佢用堅持原創呢張牌守住咗自己嘅藝術尊嚴。而王菲用嗰一次探班同牽手，俾咗佢最需要嘅救贖。變化無常嘅娛樂圈，冇一成不變嘅藝人。呢句說話講得太啱啦。2003年嘅謝霆鋒，如果選擇保持原樣，繼續做嗰個只識發脾氣嘅壞孩子，佢可能早就消失喺香港樂壇嘅浪潮入面，變成一個過氣嘅名字。但佢冇，佢選擇咗窮則思變，悄悄地改變，收斂咗性格，磨練咗演技。或許呢個就係我哋點解直到今日2025年，仲會喺度討論緊佢嘅原因。佢唔再係嗰個令人又愛又恨嘅叛逆小子，佢變成咗一個你不得不服嘅謝霆鋒，另一個集影帝、廚神、企業家於一身嘅傳奇。講到呢度，我想問下熒幕前嘅你點睇謝霆鋒2003年呢場教科書級別嘅復出之戰？你認為係頂包案嘅打擊成就咗後來嘅影帝，定係王菲嘅世紀復合拯救咗當時嘅佢？又或者，其實你內心深處更加懷念嗰個喺台上掟吉他不可一世嘅古惑仔謝霆鋒呢？歡迎喺下面留言區寫低你嘅睇法，同我哋一齊討論。每一條留言我都會認真睇㗎。如果你鍾意今日嘅深度解讀，請千祈唔好忘記幫手點個讚，分享俾你身邊鍾意謝霆鋒或者王菲嘅朋友，並且一定要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期再見，拜拜。